再拔，上下颠左右再拔，就不要动了，除非它跑来，动。对，你看像它有点在左边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还有不用动，我就放开右边，然后一直的左右动，有没有？我就左右动。都在动，但是不能慢。有吗？应该那个评价要好，比较好看。哦。那把这样放在右前方。因为你放，看哦，它如果放在右前方，它的视线就会起来。这样就比较漂亮。来录啦！现在要干嘛？好，对，就是慢慢生活经历，放在上面。这样就是老动物。谢谢，祝大家新的一年万事如意，谢谢。